全识专家唔识唔惊，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继续作乱。多网友爆消息，讲一个为中国大陆回来的大陆某，为南京回来到台湾了后，无伫咧厝内家己管理、家己隔离，伫咧高雄拍拍走、拉拉趖，若出去外口食卤味，搁去公园运动、录影片，拢无挂喙暗、青眉唔惊穿。也毋过伊讲影片是进前录的，伊回来到台湾了后，就伫咧厝内隔离无出去。即马卫生局已经介入了解，提醒民众嘛袂当乌白传伊个人的资料，啊若无是违法。另外，即马高雄拢总13个人，因为违反客家检疫的规定，重罚15万。穿着黄衫的绿配，搭对中国大陆南京转来到小港的机场，要坐客停车进前，头一个动作就是先用酒精来做消毒。但对疫区转来台湾，应该爱伫咧厝家己来管理14天，煞互网友来逼讲，即个绿配四界拍拍走。网友播影片指控，讲即个绿配无滴喙暗，四界乱走。对2月初9到小港机场了后，迄天暗时啊，佫敢若去卤味店里食饭，过顿工佫出外运动，拢总无滴喙暗。即期对方无伫咧厝内做管理，经常都会来台湾，然后我又是健身教练，然后那些都是我以前拍的。我是当天到了高雄之后，就马上就回家了。面对网友的质疑，绿配来澄清，讲影片拢是进前翕的，嘛提出记录表甲对话记录，强调讲家己无出外。对这件代志，卫生局接到报案了后，已经来了解，但是嘛提醒网友，家己来公布告知的行为，恐惊已经触发啦。另外，针对高雄目前防疫的状况，卫生局公布上新的资料。截至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总共有开罚的13位，没有配合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，以及在就医的过程没有配合去戴口罩的这些市民朋友。根据统计，目前高雄总共有1839个人捌去过大陆、香港佮澳门旅游，或者是转机，必须伫咧厝内检疫14天。但其中有13个人被发现违反规定出外，有来重罚15万。在配合居家检疫的过程面，他可能跑出去了，甚至去摆摊做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事务，那这些我们是给予15万的一个重罚。相关的单位祭出重罚，就是烦恼武汉肺炎的疫情会搁再来升高。若是接触的民众无法度遵守规定，伫厝内做家己的管理，一旦逼出大规模的疫情，后果恐惊是无法度来料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